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初一130日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在错别时间的指挥中心就有公布的一个xã交距離的相關規範，最講地幅度會保持1.5公尺距離，還有啲室外空間咪保持1公尺安樣距離，希望降低壓力車尾道的風險。啲近邊的指揮中心會針對安樣的規範，會做限啊詳細說明。也記者會聽得最快事的，我哋看一下記者會現場情形。副指揮官在右側是我們專家小組召集人的張尚存張教授，那在我左手邊的是我們交通部觀光局湯組長，那在我右手側是我們指揮中心裡面的發言人商人響莊社區防治組的副組長。那現在先請我們陳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那我們這一天來的工作的一個進度。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我们今天宣布要有7个境外移入的案例。好，那主要是美国美国6位，英国1位。好，那没有本土的案例。好，那这里面今天相对的单纯哈，因为里面这7位里面那机场检出的是5位。好，那居家检疫的是2位。那总共我们到今天这样增加了7位之后，我们确诊的案例总共有229人。那今天增加6人解除隔离，我们现在有45人解除隔离，那另外是5人死亡哈。那为了在这个整个在近大的一些反应在居家检疫的里面，那有当然居家检疫的有一些要隔离或者要共同生活上有很多的不方便，那做事情也没有办法确实的做到，所以交通部也特别鼓励来设立我们安心防疫的旅社，那每一房每一天就补助我们的旅宿业者1000元，那基本上整个的防疫的旅社基本上我们也订定了一个防疫旅馆设置及管理的一个因应指引。那这样的一个指引里面最主要就是说它还是要1人1室，那单独的卫浴的设备，那要饮食的时候，那所谓3餐要送到门口，那如果万一跟我们集中检疫的情况一样万一被检疫者是没有办法生活自理的那可以有1个人来陪同，一个人来陪同。那所以在这里面，在房间里面当然尽量不要有人来，那在里面有维持有人万一要拿东西什么戴口罩啦，单独的电梯啦，相关的一些消毒跟防疫的设备，那公共场所当然每天至少要消毒1次等等的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订立在防疫旅馆的设置及管理的因应指引里面。那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那个旅社业者能够参加它补助的时间由公安局是4月1号起到6月30日。那有入住的话，那每人每日它补助旅宿业者1000元。那进来有一些在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尤其在居家检疫我们本来就是说，如果违规到第2次我们要送到集中检疫。那我们现在今天也宣布我们就是就增加就是说不是要第2次只要是违规1次我们就送去集中检疫因为如果他自己在居家检疫没有办法洁身自爱那为了整个社会的成本所以我们就直接只要违规，不管是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我们就直接送到集中安置。而且在集中安置当然他就不能够领这防疫的补偿，而且会加征其必要的费用住宿费饮食费等等的当然罚款当然这个还是一样维持10万到100万，根据他离开的时间有多长。那昨天大家都一直也都很关心，就是说我们在社区的一个采检的对象所以我们在最新的现在的一个指引而言就是发烧大于38度C或急性呼吸道感染
或者是味觉、嗅觉异常。好，味觉、嗅觉异常是这次增加上来的哈。那临床放射线诊断或病理学上显示有肺炎，那没有明确的旅行史，但是医师高度怀疑的社区型的肺炎。好，那这个就是没有旅行史当然就也可以采，只要医师有这样的一个怀疑。那当然在流行病学的条件里面，就发病前的14天有国外的旅行史或居住史，或者有这些接触来自国外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的人，那这是也本来就有了哈。那曾经出现症状或极可能病例或确定病例有密切接触，那包括在无适当防护下提供照护相处，会有呼吸道分泌物体液直接的接触。第三个是有群聚的现象。那整体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在社区有任何的一个条件的符合的情况下，那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那尽量都要去送检。那等一下我们在新闻稿里面也会把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它一个采检的条件临床条件、检验条件、流行病学的条件，还有通报的定义，也都会交给各位让大家。然后也一直在关心的，大家就是说我们在个案的资料到底要怎么样做公开。当我们根据这资讯公开法的第5条，那根据传染病法的第7条，还有传染病法第10条，那还有我们的特别条例的8条到2条，基本的原则还是一样啦就是说对于防疫有帮助的我们就公开，那便于大家以后来核对，就是说我们到底公开的够不够。我们也做了一张表格。里面对于就是说哪一些我们是一定会公开的，那哪一些根据需要而公开的，那这个表格我们一样都会交给各位了那在这里面就当然对于公共的有一个是年龄、性别、居住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域的地点，那接触者的类型那大众运输、公共场合这些是原则公开了，例外不公开。那其他收治的医院接触者的收治的医院职业职衔工作的内容，那到底是公部门还是公部门或者是民营事业或机构这边是原则不公开，例外我们会公开。那这个表我们都会给大家。那最后我们讲这个昨天也跟大家来公布就是说我们的社交距离。那在4公里，我们在室内我们以1公尺为原则。那在对，没有错对室内不要在1.5公尺之内，室外1公尺为原则。那比这个还近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戴口罩。原则上还是尽量能够离开这样的距离了就好像今天我们上面就大概离得比1.5公尺还要远一点吧那我们的记者们因为也顾及到就是说如果完全这样子的话，那恐怕参与的人会太少所以就麻烦大家戴口罩。那至于有些在问到就是说比如像捷运那捷运现在也就是说有量体温相关，那捷运可能是在上下班的时候最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间隔的但没有这样的间隔就把口罩戴起来。那高铁今天也宣布就是说没有要量体温，但没有戴口罩也不得进去嘛也不得进入。那学校也很关心这样的问题。那在学校里面，我们认为他都是特定的人，在同班里面这特定人的一个接触，但我们希望尽量把距离拉开来。但我们建议更重要就是要通风那并不强制他们戴口罩。好，那以上是今天的一个报告还有另外大概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些本土的个案100案、134案、156案基本上经过我们这样的疫调跟采检的结果
疫调结果这边都是阴性的。所以像100个案例，当然我们这个感染源到现在也都没有办法查到。不过因为它3月8号发生的，所以也脱离我们的那个潜伏期。那134、156号，134发生3月20，156案3月22，所以还有2-3天的一个观察期，就是要潜伏期。那另外268案跟322案，那我们持续在疫调跟检验中。好，那以上就跟大家先做这样的报告，大家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出来。部长好，民事新闻提问。因为刚刚的新闻稿有提到那个个案发布原则，但想问就是有关交通部观光局这个案子，因为有蛮多媒体或者是立委，像邱显智刚刚就有在脸书发文，就直指观光局主秘跟旅服张主任，就是把他们的名字都讲出来。那这个案情现在演变到变成是他们的说法跟染疫的那位员工是完全都不拢，一个说我们没有主动就是 assign 员工去，员工说我是接受主管去，那说法都不拢之外，好像也有一些跟指挥中心回报资讯有一些错误的这个状况。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演变成跟公共利益有关的话，这些人的名字或者是这些详细的经过，到底是不是要完整的公开，才可以就是跟社会大众交代？以上，谢谢。好，那有一部分是跟这个疫情这有关的那我们会就说会推同警政的单位也许把相关的事情从头到尾再厘清一下，让大家的疑虑比较低。事实上我在第一个时间在接收到的一个讯息也不是那么的正确。那天我说那3个人我本来以为是按277按269跟他爸爸。我一直以为因为在第一个时间非常的赶，那天早上急着跟大家讲，所以他们说有3个人在喝咖啡，所以我直觉上就以为这3个，后来才知道说还另外有1位。那天我是急着赶快跟交通部讲说相关的里面必要的一些疫调的配合，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的通知要尽快来进行。所以大家一直对这案子好像有一些这疑虑，或者说是不是我看这新闻里面有时候是不是没有就经过我们的检疫啦，经过我们的那应该都有了不过相关地点都还是有录影带那我们会同警政单位把这状况整个跟疫情有关的跟大家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厘清。中国时报提问。那个观光局的前主秘说，他的儿子在菲律宾就生病了，然后但是不是新冠肺炎。那指挥中心也把他的发病日由3月1号改成3月22号。那中间我们当然有做一些解释，可是外界他还是难免有些疑虑。相较之下呢，那个筛检是比较科学的。如果就加那个入境健康声明书如果写不实的话，防疫就会出现缺口啊。那最近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呼吁说，入境者全面的采检。他们认为说一来可以缩减那个边境的破洞2来也可以缩减那个居家检疫管理的那个量的压力。第3个就是我们那个居家检疫1天补助费1000块，也可以不用再发。我目前一个人1天可以补助14000块钱吧。那目前的指挥中心统计到3月30号已经有96000多人，所以这个补助金已经破了13亿。这个数字不是小数字那如果说我们对于全部的这个入境者能够采检的话，这笔钱就可以省下来。那还有就是说，入境者坐下来喝咖啡不是必要的行为这部分未来是否会有一些指引规范？以上，谢谢。喝咖啡喝什么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规范不过至于就是说入境者是不是要全部筛其实我这已经讲过很多次，不过我再强调一次。如果以刚才这样的一个见解去做一件事情，那我们的防疫早就破了我相信这些在入境者，我们现在在居家检疫里面后来在发病的时候检验出来的，有很大的一部分在入境没有症状的时候，它是不会被检验出来的。
如果没有加上居家检疫，那这些人就在我们社会里面就是趴照，这个破口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个建议是完全不可行的哈。那如果可行，就是说再加上一个叫入境都采检，然后加上居家检疫。那这个是比较有，就是说在学理上还稍微站得住脚。你说入境者全部筛检，然后非阴性的全部放，那这是完全不可行。这我第一个。那第二个，入境者全部筛检，然后再加上居家检疫，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可能性的哈。但是那个钱就没有办法省了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子哈。那在入境的筛检的时候，我们讲这效益低就入境都筛检加上居家检疫。那换句话说，你都筛检，然后这边就有一部分筛得到，有一部分筛不到，所以有另外一部分会等着在居家检疫的时候发病的时候再筛得到。那换句话说，在我们机场里面，这些筛不到，后来居家检疫再筛得到的这些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浪费的了，而且最主要是会让他心里的心防也往下降。所以这里面在整个的一个居家检疫，或者我们在边际采检的整整的一个策略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争议了最重要一个争议，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跟有症状的时候，它的采检的效率，或者说在没有症状的时候的伪阴性，就是说它的采检或者它的阳性所显露出来，在我们后面的策略能够带来意义。所以我再重新把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厘清一下。就入境的时候都采检，然后不居家检疫，那我刚才讲第一个，当然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伪阴性，所以把这些伪阴性的往外放的，也许这里面会抓到一些阳性的，增加的阳性效率变高，但是你会放掉很多的是伪阴性的。然后你放掉这个社会代价是不得了，这是我们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比较稍微就是说，还有它在学理上的一个整个不会形成一个破口，就是全部都检，那然后也居家检疫，全部都采也居家检疫，那它的效果是什么？在这里你会多抓到一些阳性的，你会多抓到一些阳性的，那纵使是伪阴性的，也会回家居家检疫。那在后来发病的时候被查到，所以在这里面看，如果是在机场采会阳性，他回来他14天内他还是会发病，所以他仍然会被我们采到。那如果在机场里面他是一个伪阴性的，他回来也会变成是阳性，也会被采到。那换句话说，在机场那一次采就等于是一个重复。那重要的是说，他会把心防降低了。所以我们回来再看看，就是说在机场对于有症状的采，那回来居家检疫14天对有症状的采，其实就已经包含这些所有的可能性，而且相对的效率，而且不会形成一种心理的错误的认知。所以在目前我们专家还是认为，在机场里面，我们对于整体还是对于有症状或过去有症状有这样的一个病史或者有症状的。我们去把它采。那居家检疫14天要做得很确实，有任何需要的时候能够马上召回采检。在这里在这里面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可以来做一些讨论。比如说我们在采检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填报的确实性，怎么样去把它执行得更好。那或者就是说我们这样采检的一个定义。对于有一些很轻微的症状，那就不要任意把它排除掉。这些我们是需要做的。至于刚才我跟大家分析说，在阳阴性之间，只要这些我们的技术性的层面做得好，它事实上是在效率上，还有在实际在防疫上是会有效果的。这个看到呢，近比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所有出席的官员，包含的指挥官陈时中同其他人都操刀动见哦。所以近比大家呢，夹到为带头来做好用，来示范呢，为来焦点亚历沙高起理的相关规范来做。喺针对亚历沙高起理呢，近比指挥中心就有发出新闻稿来做谈下进一步说明，讲亚拜呢亚嘅相关规范为本做两个集团来做，体力嘅集团呢系冇
希望相關嘅法則會用簽外方式來建議民眾呢，卡冇去參加像係展覽啊、體育比賽，還有要從亞條演唱會人接人嘅亞條素材哦。嘅假使呢人愛同其他人來互動嘅時節，未愛來保持低幅度有1.5公尺，還有啲室外係1公尺按樣嘅距離。嘅假使人係啲坐捷運啊、坐火車一條人卡多嘅素材，冇辦法來保持一定嘅距離，就建議大家愛來帶遮嘅咩。那我哋天嘅集團就會有強制處分嘅相關措施嘅。嘅指揮中心就有講到嘅，講除了醫療，還有要將執行功夫，還有要同大家生活一條比較發通時節，就唔會有相關嘅規定。然後其他呢，像係較無必要所發通，尤其像係誤路發通，做下來呢，假使人卡到，有冇辦法來保持一定嘅距離，就會有強制處分嘅要求哦。指揮中心就有講到嘅，講假使調價冇辦法來維持1.5公尺社交距離嘅場所，就會要求呢一人業者應該為留一啲生理數據來應該為停止營業。韓國針對檢批關於進行疫情的方面，指揮中心就有公布嘅檢批關於總共新增加7例對境外採落來嘅確診個案，嘅單都係對關於美國、英國一路國家採落來嘅，嘅其中美國有6個，有1例係對英國轉來嘅。以下呢聽聽關於有境外見到嘅民眾，為來做居家隔離，韓國有居家檢疫。以下呢指揮中心未有搶一啲交通鋪來搶一附托一條理想業者來使一啲防疫旅館，嘅假使呢一啲業者啲21波嘅防疫期間來配合政府來使一啲防疫旅館，嘅條件呢啲4月初1到6月30日期間，嘅當日已經檢防就會補出業者1000元按用嘅補助金。唔過呢，嘅啲業者為了申請相關嘅補助金，一啲相關嘅檢防呢會有一定的規範喎，所以講13年一個檢防都好像做得來係13年，韓國呢假條咩話有自家細成件啊，自家偏數一條都係自家13年來用哦，嘅假使有成分冇辦法自家來處理嘅人，將做得前13年批定強下去，嘅申請補助嘅時間就會對4月初1到6月30日期間哦。韓國從啲前一波嘅就有經發生民眾啲居家隔離，韓國有居家檢疫期間，乃出現亂走嘅情形哦，違規情形。指揮中心先前嘅規定哦，就會講違規200，就會留假條帶去集中檢疫、集中隔離。唔過呢，停定一下防疫措施，見嚴重，會同活動到一個呢條來做。故所呢，指揮中心就宣布嘅，下來呢，假使韓國有民眾室外違規100，居家隔離亦係居家檢疫違反相關嘅規定，就注意就會本老記帶去集中檢疫、集中隔離，韓國一條違反嘅人，每週每兩補償金，還會同家條討相關嘅費用。最希望呢，所有嘅民眾都係好好來配合，來做好防疫咯。咁以上呢，就用檢批同大家整理嘅記者會相關重點，用繼續來看記者會現場情形。感染的風險。那另外，我們在中央所設立的集中檢疫所，也可以提供大家上面的一個幫忙。好，所以跟地方政府怎麼樣在他們的這個旅舍不足或特別有這樣的需要的人的時候，那我們可以提供集中檢疫所。那另外，我們昨天跟地方政府在做這種相關的一些，就是有些離島的一些情況，我們是也請我們那個副指揮官跟大家說明一下。講離島之前，我先講一下那個居家檢疫的人數哈。我們在3月28號的那一天是達到在當天關懷人數最高峰，那一天總共有55000多人。那從3月28號開始就逐漸的下滑。那昨天晚上的統計是49000多了。那我今天早上看還在線上關懷的剩下46000多人。比如說最高峰是在3月28號那一天哈。那就離島的部分，我們昨天已經跟幾個有關的縣市政府達成共識哈。就離島的部分，我們在國內線的這個飛機、國內的航班跟船的部分，我們都一律在禁止搭乘哈。所以我們會安排離島的這個國人就在本島來做居家檢疫。那不管是他是在自己的住家或防疫旅館，那我們都會來協助來提供。
那昨天也很谢谢桃园市政府，郑市长就马上答应其他的离岛，因为桃园市会来协助，让这个离岛的乡亲就可以就近来做居家检疫，那他们也会来提供哈，所以我们在离岛的部分，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来做采行。那另外是转机的部分，我们也继续会延长禁止转机的这个规定，那我们已经通知航空公司了。指挥中心东森提问，想问一下那个案269他的5岁小孩因为有确诊，现在状况是如何？那么案277的部分，因为它引发了蛮大的争议，它的防疫补偿金能够照领吗？那么刚刚有提到说，指挥中心这边一开始接获269跟277的关系好像有比较不明确的这个接获消息的状况，因为一开始是有说他们是有如叔侄辈关系，但今天这个269的声明说他们其实根本不认识，当初是接获消息错误的部分，可以再帮我们讲一下吗？那么另外在社交距离的部分，因为新闻稿上面有说2阶段，什么时候会是第1阶段跟第2阶段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那另外还有一题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有说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可以用围巾来代替，指挥中心这边认为是可行的吗？是不是有防疫效果？谢谢。来，我刚才就一开始跟大家说明了哈，我在第一时间记者会之前，我相信我知道有3个人，那我知道一个就是那个277回来的，那另外就是269，然后那天最主要就是要厘清，就是说那个269，它不是一个本土的案例，事实上是由境外移入所传染的。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说呢，3个人以为就是说是这个277、269跟他爸爸。我那时候一直在印象中讲，那我在问的时候，他们说，那为什么会去接？是因为有刚好跟他们有很熟的一些叔侄辈的关系。所以我没想到就是说那个，我以为是爸爸的是另外一个他爸爸的朋友，所以那个姐这样说，另外这接的好像是他叔侄，所以后来大家以为说是269，我讲的是那个269跟277是一个叔侄辈的关系，事实上我那一天确实我是以为这样子，因为3个人是277、269跟他爸爸嘛，所以能够有叔侄辈的关系，怎么不会他爸爸是一个叔侄辈的关系？我认为就是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案子还是一样，我们把它整体跟警政单位把相关的录影带，我们再 review 一次，那把确实的相关的情况跟大家来做报告。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办法，但是防疫的效果当然是相对很差嘛，相对的很差。不过至少它会阻挡一下这个相关的飞沫，所以也不是说完全都没有了但是效果是不好的。那另外再问到是什么？那个5岁确诊的小孩，269的孩子状况。好，那是不是我们请269的这个儿子那他的除了开始有症状之外，那目前应该是都没有症状，也都是稳定没有其他症状。不好意思，那个277的防疫补偿金的部分没有回答到。当然讲就是说，我们整体把这个相关的录影带跟警政厘清之后，那看看有没有违背我们相关的规定，那再看看说怎么样来做相关的处分，或者就是说应该有的处分了。不过我们先把整体的情况做更多的厘清，都清楚了，把脉络都弄清楚，一次来报告，免得大家有太多的误解。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想要请教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目前食药署3月份累计已通报上百款的药物缺货，那包括降血压药、强心剂等多款常见药。就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是药物原料生产大国，那疫情爆发后，就是全球药品供应链也受到影响。那台湾该如何解决这样缺药的问题？有没有想过如何开发第2来源？那或者是说有没有想过，就是用口罩去跟印度换库存可能较低的原料药？那也有药师怀疑部分业者刻意囤积，那指挥中心有没有一些加强的因应措施？那第2个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快筛试剂的部分，目前有听说很多生技业者排队等食药署的检测放行，那想请问目前进度如何？有没有一些什么窒碍难行的地方？那除了保持社交距离，指挥中心目前还有哪些超前部署的做法？以上，谢谢。
第二个有关于药物哈，主要是有没有缺药的问题，但缺药的定义哈，食药署的定义是相对的严格了哈，就是说大家现在讲缺药是以商品名为做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这份确实是有一点缺，某一些产品一些个别商品是有缺，但是如果以就是说我们三同的概念在健保法里面很明确规定，就同成分、同剂量、同剂型，这样的一个三同的概念，我们现在是不缺，但是我承认有分配的问题，你还不到就是说囤积了，但事实上是有分配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定的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这个医疗院所，不管医疗院所可以这样子储备药物的地方，如果超过3个月的用量，我们就先不供应。那每一次供应的时候就不能超过他去年同时期加4%的量。那希望这样子能够在几个月把这样的药的分配能够调控的比较平顺。换句话说，现在如果没有药的就会拿得到药，那药太多的就会减少它的分配。跟我们在口罩实名制的时候，那时候做的是一样，就是说如果有些药局里面的口罩剩下太多没有卖完的，那我们就减少它的分配。那对于不够的，我们就增加它的分配，大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第3点在这里面就是有这种，我们就是在处方签里面有这种写下去就自私化的就不得换药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这样的规定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我刚才讲说在以商品名为单位的话，它可能就会有缺的问题。但如果以三同的角度来看，就相同的效果这样的情况来看，它是不会有缺药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就医疗院所在开立处方签的时候，如果非必要，不要这样子就任意的就是说以习惯性，就把这样子就是说不得换药，这样希望如果要不得换药的话，能够有它的一个理由。所以目前大概的一个管理的方式是这样子，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风波尽快能够平息。那至于在检测上面，事实上这里面大致上大概也分作这样子了在检测上面大概跟我们的疫苗或者药物相对的它的风险可以说相对的低了，不像这药你吃下去可能对身体有相对的影响，那疫苗大量的打，那这样可能在安全性上面都要做一个非常非常仔细的考量。这2方面我们在行政上面能够在行政指导上面能够给予相当想要申请的单位，我们尽量在文书上面给予帮助，怎么样能够简化这样的一个行政的程序，让大家行政上的错误能够减到最低，免得公文往返而降低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时效性。那所以这方面是这样做。那至于在疫苗的方面，疫苗相对的可以说是安全性的顾虑相对的低，因为它是检测嘛。但是呢，它的顾虑是什么？就是它的准确度。就好像现在有人在说，某一些在市面上，不是在台湾在国外有一些紧急的区域，有一些的试剂可能比保杯更加不准。那我们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我们希望它能够有相当的准确性，尤其比起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疫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而言。这样的一个精确性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整个的战略里面。那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相关的文书等等的，我们当然都尽量的帮忙，这一段面一定会帮但是呢，在这样的我们不会查得太紧。我们要查的，我们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最后说怎么样去，他的学理上面只要是能够符合，那我们就愿意帮他来做这种检验的精确性。跟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来做比对，只要跟我们现在的 PCR 能够达到相当的一致性，那当然我们就放心，把前端的我们尽量放松，因为这是要一个结果嘛，只要结果是能够正确，我们这样做一个同时的检验，来跟我们原来的做一个比较，所以现在有厂商当然现在有一家厂商，我们是积极就是说请他就直接的。能够把产品拿来直接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直接来对相同的检体来做相关的比对检测，希望能够尽快让这些效率他们所报告里面效率比较高的方式也能够尽快的来上市。那以上这2方面。
指挥官好哦，黑河健康网提问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有关纽约医师称用那个鸡尾酒疗法，使用3种药物连续5天以上，对500位患者进行此疗法后有蛮好的成效。那不知道台湾未来有没有意愿采用这种疗法？如果没有的话，那对于这样的疗法又有什么样的看法？那第2个问题是想再追问，因为之前教授有提到说有几位临床的患者已经开始使用奎宁治疗，那不知道这几位患者经过这几天的状况如何？因为先前有一位死亡的患者有出现副作用，因此停止用药，那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其他患者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以上谢谢。好，有关于这个新冠肺炎的治疗，前面当然也都已经跟各位报告说明了好几次嘛，哈。那除了一个在临床试验当中是大家最抱以高度期望，那其他几种被提出来可能有效的模式，这里面根据正式的报告，当然有些是有好的结果，有些还是有看起来不是那么理想的结果。那不过在上次跟大家报告里面，在有限的资料里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 hydroxychloroquine 就是您讲的奎宁类的这个药物，还已经列入我们的这个临床处置的一个指引，就是台湾自己的临床处置指引第5版已经也公布给我们全部的医界知道。那在我们公布之前，其实确实临床端已经有一些医师就参考了国外的相关的报道，就已经在使用，是没错，确实也是这样子。那这些使用，因为我们不是非常系统性的一个大家一致的做法，所以这个资料的汇整上面是有一点不容易的地方。那有一部分的医师的反应是用了好像并没有很明显说缩短它的排病毒的状况。那有一些病人是因为比较晚期才开始使用，其实他情况已经不好了，那这样可能也是效果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希望的还是早期还没有恶化的情况下就早点开始使用，这是我们的建议哦。那我们接下来当然会收集说，用了以后跟没有用的病人之间，当然有恶化的情况有没有不一样，或者是特别是排病毒的时间，我们过去都很长，是不是可以缩短哦？那这是我们期待的哦。此外，除了单一用药以外，确实有合并用药的方式。那合并用药有一种，我们也很常用的，抗生素 azithromycin 这个药物哈。那根据法国的报告是加起来用，好像排病毒缩短的更明显哈。那可是，在专家小组会议讨论里面，我们暂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因为这2个都会造成心脏的一个心率的影响，所以合并在一起会造成更严重的对心脏心率调节的一些副作用哦。那外面也有一些媒体报道说，有地方用这样的合并以后，造成病人反而意外死亡的状况哦。所以这个在合并使用上，我们也是非常小心哦。那虽然有这样一个媒体的报道，或者是这个医师自己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哦，那我们当然会当作参考，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用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不好意思，工商时报请教，就是说我们那个交通部有要推那个防疫旅馆的这个补助这样子，那这边有提到就是每房每日补助7元这个部分，想请教这个预算的部分是由我们观光发展基金出，还是交通部的特别预算出，还是由卫福部帮我们出？那我们预计匡列的预算是多少钱？那预计可以补助几晚或几房的这个数字，那一家防疫旅馆它有这个申请额度的上限吗？那以及目前我们防疫旅馆的家数又有多少？谢谢。这些相关的预算的编列，没有编在我们本部里面，就是说交通部那边根据他们相关的经费，里面去做编列。那交通部有来，是不是要再说明一下？
谢谢工商时报记者提问哦。那预算的部分，在行政院开会的时候，主要是以移环积极来处理，所以会在其他交通部的预算里面来做一个云资，但是还是要做一个调查跟调整哦。那另外，我们各旅馆的补助我们没有定上限，因为刚刚指挥官这边有说明，原则上就是以居家检疫者，所以我们还是看后来未来会来入境以及有这个居家检疫需求的数量来做一个安排，没有做一个上限的限制。那另外最后一个问题是指，目前现在各县市已经在推防疫旅馆的部分，我们是用房间数调查，大概有超过5000房，但相信有这个补助4月1号开始做之后，可以参加的那个旅馆应该会越来越多。那在交通部黄真是有跟各旅宿业者开会的时候，也先做了一个询问哦。那目前应该已经有2000多房，已经是打算有这个意愿要来加入。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指挥官之前有提到，希望可以破10000房了，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鼓励地方政府、鼓励辖区的旅宿业者来加入这个我们安心防疫旅宿的部分。以上，谢谢。指挥官好，金州官提问，刚刚有提到有关于那个是否要在机场做普筛这件事情，我想问一下指挥，刚刚有提到。就说我们现在目前是如果采检之后回家居家检验之后要更多阳性，现在因为有一些是无症状的患者，在居家检验的时候，请问现在我们会做普筛吗？因为如果他没有症状，那如果等到他14天隔离之后，这个可能的风险是不是还会存在？如果他解除隔离之后，所以我想请教这个问题。第二点是有关于大家很多人在谈那个。就是社交距离，第一段柔性劝说，第二段强制处分。请问他的那个时间点是多久之后才会开始进入强制处分？那所谓的强制处分的金额或者是方式是如何？谢谢。好，我来讲好了。来，在这个跟你讲，大家都还是非常关心这无症状的情况哈。那我记得好久以前，大家开始在讲这个问题，我讲说有一些事情是科学可测的，有些东西是科学不可测的。好，那我们要来担心这种科学不可测的部分，不如集中更多的精神，好来努力的规划对于科学可测的部分，好好把它精确的做好。那至于在科学不可测的部分，那可能它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我们及时的能够来遏制。好，那问题是我们的科学可测的部分是不是有没有确实的把它掌握好？那就如同你的例子来看，就是以我们现在在科学上，我们认为说它的潜伏期大概14天，所以它14天里面基本上它如果有的话，它都会有症状。那当然它会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症状的情况，可我们准备等到那个时候它有症状的时候，那我们来筛，那可能把这一部分去掉。那如果它没有症状时间非常的长，好，大家身体都有病毒或是它都没有症状，那这样的情况下，事实上你用普筛可以筛出多少人来？你要花多少精神把这样的比例非常低的比例，好，你可能上万的里面可能是有1位，好，那从这里面在普筛里面，你拿这个精神去做这个，那不如拿精神去好好把我们居家检疫好相关的部分把它做好来。那至于在全部的普筛会在什么时候情况下，就是说我刚才讲说那比例非常的低。可是，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想要这样去做？就你觉得在社区里面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对，换句话说，你会发觉这种没有来源的病例，就如雨后春笋这样来发生的时候，那样就有可能来做相关的一些普筛，那它才有它的一个价值跟意义。长官，不好意思，那个关于那个。社交距离那个2阶段的实施方式跟内容，谢谢。2阶段没有，只有1阶段的，好，两阶段时间到会跟大家讲啊，现在1阶段。你好，华视提问，还是想要问一下有关于保持社交距离的部分，因为在新闻稿上有提到，第1阶段如果没有维持室内1.5公尺的话，这个业者的部分要停止营业。请问这个部分如果不停止的话，会不会开罚？那第2个部分是提到第2阶段是强制处分，娱乐活动是在禁止之列。那所谓的娱乐活动有包含，比如说看电影、唱 KTV 或是聚餐等等嘛。然后另外就是针对捷运的部分，目前北捷是说
要等这个 CDC 宣布才会跟进强制乘客戴口罩。所以请问一下指挥中心的规范是什么？针对捷运的部分，谢谢。捷运的部分当然还是维持，就是说在室内要维持1.5公尺嘛，没有办法维持1.5公尺，那就必须要戴口罩。那刚才这里面有写说这个拥挤密闭场所人应佩戴口罩，如果较高距离进行无法有效的维持，但是在这讲过，就是应该是无法有效维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场所，而且没有办法戴口罩，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去做相关的业务。那所以大家会讲说，那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怎么办？那虽然说我们希望有隔屏嘛，我们现在要把隔屏把相关能够把它隔开来，主要都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飞沫的可能性，把它降到最低。第二阶段娱乐活动有包含，比如说像是看电影啊、唱 KTV、聚餐等等，有没有算在这个娱乐活动的限制？娱乐活动的限制，反正一样嘛。你那个 KTV 如果能够维持距离，没有办法就戴口罩嘛。戴口罩仍然可以唱歌。不过如果戴口罩唱歌，还真的要离远一点你用力唱的时候，搞不好喷得比较远来。你好，联合报提问。首先想要请教，就是我们有看到媒体报道，就是说北部的采检站有那个检体渗漏的事件这样子。那我们是想要进一步请教，就是说目前实验室的人员，他们算不算医护人员？他们的采检条件算是适用那个医护人员的扩大通报筛检的那个条件吗？那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列入之前医事司公布的补偿奖励办法当中？那再来就是卫福部的粉专啊，前几天有一张照片，就是有2个人在冲洗那个停机坪的游览车，然后他们是穿兔宝宝装在冲。那请问一下，就是有必要吗？就是因为本报有接获反映，就是有些医护人员跟实验室人员看到这样子的画面，感到非常的心酸，因为他们拿到的防水实验衣是比之前空服员示范的那种还要差，非常的薄，没有领口，然后绑带的地方还会裂开。那看到冲洗游览车都可以穿兔宝宝装，他们也想要请问，就是说有必要吗？不能优先给他们用吗？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已经问很多天了就是那个我们之前一直在问，就像是观光局的那位官员的儿子一样，就是他可能在发病日可能是在入境前，那这样子的案例在我们指挥中心公布的资料里面，我们自己算过，他是在入境前14天发病，但是居家检疫才找到，机场完全没有任何采检动作的，至少就已经有19位。那这19位的健康声明书上面到底有没有如实的填报他们在入境的前几天就有症状呢？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指挥官就有说过，吃退烧药不罚，但是如果不回报，诚实的说出自己有症状，我们反而要罚。那请问这些19位，至少这19位，我们到底有没有开罚过呢？因为他们的症状确实在后面，确实是在我们的疫情调查里面是在前面就已经出现了，还是我们这19位通通的那个发病日都要修正呢？谢谢。第一个就是说实施内有相关的症状这我相信我也讲过很多次每一个人的一个自主感觉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觉得说我那时候有咳过，那也许我自觉上觉得没有，但是医护人员在这样子的慢慢的这样的导引跟这样的询问也许会想起来。那所以我们在这情况下，我们就这样把那个可能性把它列下来。第二就是说这19位如果在那个上面的话，它是在机场里面就能够，因为我们的普筛就能够拦截得到，那也不一定都会拦截得到，我相信会拦截到一部分，但是这里面最后在居家检验的时候也一样会被拦截出来。所以在上面在整个机场里面这样的一个人，我讲过就是说，在机场我还是希望说能够任何的症状，那再多花一点时间对它相关的一个询问能够导引得更清楚。用这一个方面来让这样的一个破洞能够减到最低。第二个就是说，在回到居家检疫的时候，那他也不要大意，有任何的情况都要跟我们的卫生单位的人员来联络，那及时安排采检。那至于说那些要不要开罚，
好，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如果有很明确的一些情况，确实他有一个就医有刻意的隐瞒，而不是我讲的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好症状的认知的不清或是不了解，好，那就我们不会任意这样来开放，但有清楚的情况，那我们就会罚。好，那各位媒体朋友哈，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留最后3位？对，我们年纪也大了，有时候会忘记一些事情哈。那在实验室的上面，就是相对的，就是好，整个采检有破洞的话，第一个我讲就是说，对我们的检验的人员一样，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补偿条例里面，都会安排他们到里面来，好，就会包含他们在里面相关的补偿。那第二个，我们当然不希望说在采检的时候，这些检体它有相关的漏洞，结合造成的一些污染。好，不过基本上那个防护大概都是有2层，好，然后再加上它是在里面，然后最外面还有一个外包装，外面还有一个箱子，好，所以会对于我们最后在接收检体的人是会再造成一些风险，所以也因为有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在接收检体的人员，我们也都是全防护，好，不会让这些东西再污染到外面来，好，至于这样会不会因为采检的原因加漏掉了、漏出来了，而变成这个检体变成是无效的，那当然是有可能，好，因为它有些部分就漏掉了，好，或者跟别的地方有污染到，那但是因为我们是有2层的包装，跟其他污染到可能性相对的低，好，所以我们也大概查了一下，好，既然有破损的案件，好，大概是有一些案件哈，我们跟大家也讲一下。大概就是每天大概可能有3、4件啦。那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些比较可能发生的一个场所啊，我们也有去做一个教育训练。那主要是这个就是那个盖子没有拴紧啊，或者说它同一个试管里面那放了2根试纸啊，那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所以我们也做了教育训练，那希望这个可以改善。好，谢谢。放言请教，想要问那个副指挥官，刚才有提到居家检疫的数量好像是往下嘛？那台北市多次提到居家检疫负担重，那副指挥官之前有解释过，一些区公所的志工人力啊，也可以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那今天前卫生署长叶金川提到，是不是能够请里长找助理，那训练协助里长，然后经费从中央？不知道怎么看这样的可能性，指挥中心能不能让我们了解真正的情况？那第二就是，长官们都辛苦了。那今天有看到一个传言，就是说，陈时中部长有双胞胎，所以就是才不会太过劳，才能够轮流出现在现场。那不知道指挥官有看到吗？有没有会心一笑？谢谢。我先讲一下，因为其实绝大部分的县市在执行这个居家检疫关怀的部分，其实大部分都是村里干事。那比较特别是台北市都委由里长在执行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是由里干事来做执行这件事情，因为一开始在做居家检疫这件重要的任务的时候，虽然里长也是我们在民政体系的最前线的一端哈，但是我们在一开始跟各县市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希望是由村里干事来做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追踪系统上面都会有个资，虽然村里长只会就是第一你负责的那个里只看得到你的那个村里的资料，但毕竟还是试射到个资，所以我们当时都是希望由村里干事，所以在这个追踪系统上呢，我们还是维持只能由村里干事来登录来看。那台北市在做关怀的时候，我看起来都是委托给这个里长在做。那我想村里干事跟里长本来就是在这个一体的，本来他们2个的能力就是一体的。那我之前也特别提到，有很多县市其实是善用公所、乡镇市区公所，不是只有村里干事这样的能力，还会善用乡镇市区公所其他的同仁一起来做协助。那方法很多，那因为只是有些是负责电话的关怀，
有些同仁会负责去确认等等，所以大家的工作就会分担掉。那甚至很多乡镇市区公所也都有志工的能力所以我也不断的提出来，那也给台北市做参考。那我相信这个台北市跟新北市真的很辛苦，我讲实在因为他们负担的都常常是接近两个城市合起来都快接近到一半了虽然人数已经在下滑，但是都是，所以确实是有一些比较辛苦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台北市还是可以再想一些方式来做。那之前我们也曾建议这个台北市，那你也可以再成立一个，因为像这个各县市政府都有一个1999市民服务专线，那1999常常都是委托的，那你也可以在1999的部分多聘一些人力来协助做电话关怀，类似这样的方式，我们也都建议给台北市好，确实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大概也看了一下，大概台北市每一里以现在目前来讲，它大概要服务大概20出头的人了。那新北市跟桃园市大概要服务大概是12个人，那然后台中大概10个那台南市跟高雄市相对人比较少大概都差不多5个人所以相对来讲台北市相对的负担也是比较重当然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大家可以来中央地方可以来协调那能够有对他有帮助的地方，我们会尽量来做。那不过呢，台北市相对它的就是相对的大楼人员的聚集也比较密集一点，那基本上在一个比较密集的区域里面发挥更大的效率。我相信台北市向来它的一个资讯化都做得不错应该能够解决这问题。不过还是它是最辛苦的，这我们可以了解。那至于刚才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在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笑话了那不过我要讲就是说今天是愚人节嘛那有时候我大部分都还算很平和，那有时候脾气会不好那大概都是我弟弟了，那我要替我弟弟跟大家抱歉了部长，不好意思，那个健康传媒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一直没有针对第1阶段跟第2阶段来做更具体的说明。现在当然我们都会以第1阶段柔性劝说来现在。可是到底第2阶段是有什么样的标准，或是有什么样的时程，或是有什么样具体的条件到达了，然后我们会宣布说需要实施，因为我们也必须要让民众有一点心理准备，是说第2阶段要实施了，不然否则就会像上次的出入境一样，突然突然实施，大量的人就会有恐慌。那大家也都在问何时实施开始。因为问了很多次了，我想在这里补问，请问部长，这个有没有具体的规划跟时程？有规划，没有具体的时程。刚才就提供我们很多的软性跟硬性的效果，我们还是跟着整个疫情的变化，根据专家的研判，那随时做出一些调整。那我们不是说不愿意预先来公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时程了公告相关的时程，那就想定的这样的情况，就变成就大家会反过来，反而用这样的想定的实况来想象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反而让大家的民心更不稳。大家都知道说，在从1月20号我们的应变中心开始到现在也不过应该是60几天嘛60几天还没有满半天我相信我每一天几乎都有很多的相关的策略跟公布因应整个状况的一个变化来做一些调整。因为这次的疫情来讲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病毒的变化，从开始跟以前在 SARS 的时候，虽然一开始大家非常的惊恐但是很快的在病毒的一个定性的条件相关就越来越清楚，尤其在发烧以后2天的这样的一个传染性被定位了以后，确实在科学上也得到一些佐证所有的策略可以根据这样子来进行，跟这一次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今天早上也特别提到，在 SARS 的时候，我们总共全世界受感染的是8079这样的一个数目，那现在全世界已经感染的人数已经达到85万，而且还看不到它的尽头。那死亡的人数那时候是774人，我们现在全世界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45000人。两个规模跟变化跟我们需要因应的这样的一个 tempo 是不太一样的。
好，所以我们大概随时保持我们的高度的警觉，根据各种情况，那拟定快速的一些行动来。那也希望呼吁民众也不要恐慌，那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个行动，好，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啊，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不好意思，部长，我问的是说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满足的条件达成的时候会开设？我一开始就回答了哈，满足的条件达成，就把那个想定的情况就变成大家想象，就是说就要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想定的情况里面，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种。好，那我们提出那么多的想定，让大家去还得找挖救，好，那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部长，中天新闻提问，这边有饭店想要请教说，像这样子社交距离规范以后，那像是圆桌桌菜的话，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因为没有办法像西餐长桌用隔屏。谢谢。可以，但我们希望不要大家都吃一盘菜哈，我们希望大家都分开来吃。所以套餐为原则嘛，哈，基本上公筷母匙当然是要的。那不过我们现在是一人一份，哈，那能够有一个相关的隔屏，好，这样起来，这些习惯可能要有一些改变了，哈，没有办法。好，我们的时间已经真的是已经差不多了哈，我们是不是说最后一位，好不好？长官好，三例提问。那个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今天新增的7个个案当中，其实又出现了3个个案，它有出现味觉跟嗅觉异常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这个感觉它很主观，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些现象可以去判定说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例如说可能食欲变差之类的。那通常如果说个案出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大概多久的时间它会恢复正常？然后因为国内先前的个案其实都没有出现的这样的状况，那这样子是不是后面的这些个案跟它染到这个欧美的变异的病毒株其实是有关系？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说，伊朗针对确诊的个案有进行血浆的治疗，那么就是用这个痊愈者的有抗体的血浆去注入到这个确诊个案当中去对抗病毒。那韩国过去也使用过，那么目前我们有针对这样的治疗方式有做研究吗？好，有关于嗅觉、味觉的异常状况，这个在我们医学上，我们本来就是病人的主诉，就是他的一个主观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病人的主诉，所以他的觉得他跟过往不一样。那这个我们目前看到的状况，有些是味觉、嗅觉同时出现，有些是单独的嗅觉，有些是单独的味觉。程度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有些是几乎都全部都失去了啊，有些是很轻微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目前这样的一个主观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用暂时没有办法用什么测量的方式说你失去了多少等等的哈。那至于会维持了多久，那目前还没有很完整的资料从初步的个案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病人好像是真的短时间就恢复了哈，那有一些病人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都还是嗅觉、味觉还是不正常的状况，所以这个多久会恢复，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实的数字可以告诉各位。那有关于说早期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个案，到晚期后来这很多的境外移入个案，我们才发现。有比较多的病人有这样的一个主诉，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哈。那确实，我们当然也是心里也是在猜想，是跟后面这从欧美他们的病毒的演变是不是有关系然后那不过这个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过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哈。那当然也有人问到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哈？那现在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在我们的神经细胞里面，那有这样的一个病毒的受体就是 ACE2 这一个受体。那在我们的嗅觉，就是我们的第一对脑神经下来到我们鼻腔的顶部的地方。那这个第一对脑神经的这个所谓的嗅觉部位，确实 ACE2 也是有比较丰富的地方，所以病毒有可能直接就吸附到这个 ACE2 的细胞，然后就侵犯到这个嗅觉神经，然后造成我们的嗅觉的异常那这是有相关的资料可以跟大家报告分享的。好，那非常谢谢，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